观众，大家好，我是福芳莹。近年来，我们都看到娱乐圈或者是时尚圈都有很多知名的艺人都纷纷走上了修行的道路。比如我们看到王菲，我们看到李连杰，还有舒淇，他们都有各自的修行老师。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也有他自己的修行上师。那在介绍这个修行上师之前呢，我们要先介绍这位嘉宾。他的名字叫 Eric 宗博生，我们等一下会叫他 Eric。他是一位驻马来西亚的亚洲服装设计师啊，他经常带着自己的作品到各国去做展览跟表演。那目前呢，他在上海跟巴黎呢都有跟其他的艺术家做跨界的合作。那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嘉宾 Eric 宗博生的到来。你好，阿比。Eric 你好。我是想问的是，其实，在娱乐圈或者在时尚圈这种地方，五光十色，非常复杂。那每个人都说，其实这个行业里面是有所谓的潜规则，那里面是非常非常黑暗的。那你自己在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以来，你自己的亲身的体验是什么？其实说这一行呢，在时装圈整个环境其实都是一个比如说外人就会觉得是一个大染缸，就是比较浮夸，然后当然有些好的一面当然一些好像比如说一些不平衡的心态，然后浮夸，然后每个人都在争夺着名利在这一行，所以可能是有一部分人，有一些人就是可能会心理不平衡，或者是患了比如说有忧郁症还是之类的事情，觉得不快乐，所以经常是有这种事情的发生。迷失吗？对，会整个人迷失，为了追求名利，所以会迷失，好像不开心，你好像不满足，就像有一些国际的时装设计师，他们也会自杀，有一些设计师，对，我们都有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对，那其实你自己本身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就是比较黑暗、比较迷惘的一个状况，自己有没有经历呢？其实我在这一行业已经有差不多20多年了。当然有一段时期我非常的迷失，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快乐，已经有很多年但是到最后非常非常的幸运，就是遇到我的现在的精神导师，就是詹杜古仁波切。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认识到这位上师的吗？因为每个人其实都在寻找自己上师的路上，一路都跌跌撞撞的很厉害。那你自己在寻找上师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也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从小就喜欢佛法，也是一直在看一些佛书，也不懂什么叫修行，什么叫做佛法修行，什么是但是我一直喜欢那些佛法唐卡的一些设计颜色，因为我本身自己是设计师，所以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喜欢艺术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就吸引到我去寻求一些怎么是佛法的事情。然后当然在那个过程之中，我就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修行的一些事情发生。但是在20年前吧，我就有一次机会跟一个朋友去外国去做一些服装表演。那这位朋友呢，就是给我看了看了一张照片，就是那个照片呢，其实是他说他是他的上师，然后其实这个照片就是詹杜古仁波切。可是当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个上师是谁？对，我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只是跟我说他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上师。那这样子我就问他，我就说你不可以回去吉隆坡的时候介绍给我认识？他就随口说好，这样子，那就不了了之了然后呢，我就在这一行在服装设计这一行嘛。但有一次呢，我记得是多年前，在一个服装表演的时候一个 Fashion Week， 就看到后台有一个男模特儿，就是非常的特殊，然后非常高，也不像我们本地的模特儿，对本地人。然后我就问那个负责人，他就说他是从蒙古来的一个男模特儿，这样子。然后我就OK， 这样子就算了，也是不了了之了。可是你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对他印象非常的深刻。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的气质不同，一般的
模特儿，然后我觉得他像一个王子。他其实真的不同。我觉得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妻子，他在后台，他自己一个人在默默的在自己换衣服啊，这样子然后也是 OK 不了了之了这样子，然后就也经过了一些年后。然后我有一次就非常的幸运，然后就是客家拉佛教中心一些负责人他们有主办的，应该是一个晚宴吧，慈善晚宴，然后他们就开始请了一些名人呢明星艺人服装设计师，就是去参加那个晚宴。对，参加那个晚宴，所以就请了你过去对，就请了我过去，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是客家拉佛教中心就是有一位这样的创办人，就是这个上师叫做赞杜古仁波切但是我还不知道他就是很多20年前我遇到的上师，就是那张照片，对，那个照片跟那个模特儿在后台遇到的那个模特儿，就是同一个人。其实同一个人，可是你当时并不知道。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他后来怎么才知道的？然后呢，我就是几个月后，他们就是客家佛教中心的一些会员，然后就叫我参加上市的一个一个开始，就是他的生日，所以我就过来，然后当天我就遇到赞杜古仁波切。然后他的开示就是当天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然后也是一个给我就好像非常感动，真的非常感动那个上师。我还记得那个上师那个开示其实是一切在变，其实没变，就是 everything changes, nothing changes。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心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的心还是那颗心。就好像一个慈悲的一个上师，他无论到什么环境，他都是本着那颗慈悲的心去帮人。无论情况再恶劣，他还是继续会帮人。对，就是好像心由经转的一个开示。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开示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因为那时候那几年我非常的不快乐。对我的事业，对我的人事人脉，一切我都不高兴不开心。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有问题，然后他就说这一天的开始对你非常好对，所以就是这个开始引导我继续的去跟随着有兴趣就跟随着赞杜古仁波切去学习他的佛法，然后就慢慢的就融进加入客家拉佛教中心，成为会员，然后就继续的去学习什么叫做佛法，什么叫做修行。那这个赞杜古仁波切教的这个就是境由心转这个教诲，其实他给你的事业上给你什么样的帮忙？其实给我的事业上很大的帮忙，就是因为我一直就不习惯，在整个环境就非常的这个环境其实是非常浮夸，然后你真的要把自己的心里面定下来，然后你要看透整个环境是怎么运作的，你才能够去适应整个环境。因为有时候我可能是我自己本身是有问题，我觉得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我学习佛法之后，我才觉得我自己有问题。当时候在整个环境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问题，我一直在就是说跟别人比较呀，就是说为什么那个人不喜欢我那个人又怎么样这个又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时常在寻找这些问题。当时应该会比较性格就比较愤怒，可能觉得为什么跟人之间有这么多问题？对，可能会不会是其实是当时候你的个性来说是不够圆滑，还是就是不懂得去做退让，不懂得去体谅别人，所以才会导致这么多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是自己本身可能是很敏感，然后就不听别人的批评，什么人的批评我就觉得很生气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这个开始就是说，在外面其实一切都是在运作，其实是没有变的。只是如果是你要适应外面的世界的话，然后自己本身的心态要变，然后你才能够去适应整个环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学习到的东西就是我在改变我的自己的坏习惯，然后就是整个把自己就学习到不要这么敏感，然后就学习去关心别人，去听从别人的意见，然后跟批评。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在佛法里面学到，是我的上师教导我的。
其实赞杜古仁波切的这个教诲，其实给你的启示是，外面的事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可是如果我们要去适应这个改变的话呢，其实最主要还是要改变自己的心嘛，对不对？对，真的。那就是我应该也就是知道说其实你这个多杰雄灯护法的法门，其实是赞杜古仁波切给你的，在很多年前就传授给你的。那这个护法的法门，其实在你的事业上是怎么帮助你，或者是在你的人生，它是有给过你什么样的帮助呢？其实我非常的就是很法喜，然后非常的就是诸圣能够从我的上师手上能够借到传授到我这个护法多杰雄灯的修行。其实护法，那之前我还没有修这个就是这个法门的时候呢，当然一直就跟随我的上师，随着他的开示，然后他的教导去学习，然后也是帮助到我自己本身个人的一个心态的转化然后也是能够帮助到我在工作上一切的难题，怎么去应付这个难题。当我得到多杰雄灯的修持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得到更大的保护跟更大的改变，就是我觉得他跟我非常非常的亲近。然后当我去到任何国家去工作的时候，公干的时候，做服装表演的时候，我都随身带着护法的一个那个佛像佛牌当然这个他帮助到我非常的舒服，然后非常的去到任何地方，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我的保护 protector， 守护你的人，守护我的人，就好像我身边的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然后我的师父，然后我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在做我的那个服装过程的时候，我都会祈愿，就是说求他去帮忙我这样子。不由你不相信，其实是有奇迹出现。奇迹就是说，他能够给我很顺的去完成我整个项目当然我说顺，是我不要以一个非常就好像是说很神迹的事情去讲述这个事情，其实它会给你心灵上的一个平静，它让你的心安下来，对，然后它就能够让你更专心的去修行佛法，对，也就是在你的心安的时候，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跟挑战的时候，当你的心安下来的时候，你就能够去想起，曾经仁波切教过你什么，都可以把仁波切的那些教诲全部都实修在生活里面，在困难的面前，你都可以去修行，是这样子讲吗？对，其实尤其是这2年发生了一些我事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说那个我事业上的低潮高潮，就是这2年比较低潮了，比较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护法不单是给你就是你求他说你要得到钱财上的一些帮助还是怎么样的，他会实现你的愿望。但是我觉得我本身护法帮到我最大的地方，就是他能够给我，当我遇到面临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如何以一个平静的心态去面对，以一个很从容的心态去接受，从容的心态去接受。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好过你接受一大笔的钱，去怎样运用，它会没有的，会用完的。但是如果是它能够帮助到你，怎么样去运用你的心态，怎么样去面对事情上那个解决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金钱买不到。那简而言之，就是说智慧是取之不尽的，财富是会取得尽的。对啊，因为我觉得那钱财是，如果你不懂得运用的话，你会很快就没有的了。如果是当你学习到心态上、心灵上怎么样去运用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会甚至给你什么给你都好，在你手上你都会运用，然后你还会去把这些事情、把这些东西去帮助到别人。我觉得这个是护法给我最大的保障。在听了你就是护法在怎么，就是在你的事业上，在你的人生里面，甚至在你的心态里面，就是他如何帮助你改变你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就是对你来说护法是非常慈悲的。可是同时间呢，外面你修了这么多年，你应该有听说有很多人批评说这个护法是不好的说他是邪灵，然后甚至把这些修这个多杰雄的护法的人标签为他们是邪教分子他们是不好的人这样子。那其实你身为这个修行者，就是你是修这个法门的，你自己有什么感受？当别人这么讲的时候，我觉得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觉得当我在修持这个护法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就是留意、跟注意、跟读到、更了解护法。有些人说它好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本身是以我自己个人的那个想法，跟我自己的一直跟随着我的上师的教导的思想去判断整个事情的发生。当然。为什么我就觉得，为什么现在世界不是现在以前这么多伟大高级的上师，在修持这个护法，但是到现在他们也能够转世回来。你说他不好吗？如果不好的话，这些伟大的上师，他们为什么会帮助到千千万万的人？然后他们甚至会再转世回来，甚至是我自己本身的上师啊。然后我就觉得就好像人家说你的爸爸妈妈不好，你的兄弟姐妹不好啊。那你自己本身都不是我家人，你在外面只是说我的家人不好，你怎么晓得我家人对我不好呢？对，那是家人跟你之间是非常私人的一个关系。对呀，我觉得护法就是像我就是家人这样子，是非常适应，是非常他在帮助做我，不然的就是说。我的事业现在在国外，甚至在本地，已经就是比以前我觉得我的名气更加响，这个是我自己知道的事情。而且它其实也不单单是在你的事业上帮到你，就是累积更多的名气，更重要的就是因为你之所以会有今天这么成功当然我们知道成功，尤其是在这个行业里面非常不简单。你要在这个行业突围而出，你必须有非常好的人脉，然后你必须要有很好的天赋跟这个时间跟才华去经历这一切的这个事业。所以多杰雄东护法他给你的这个帮助是在平安就是安抚了你的心之后，让你可以去安心的去学佛法，对呀。然后实修佛法，就导致说的那个结果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了，然后你也因此建立了自己的人脉，所以你的事业才可以冲上一个更大的一个舞台。就是最大的事情，多杰雄灯就是这护法神帮到我的，就是我觉得他在帮我的时候呢，其实是语言说不出来的。我觉得就是说。在我现在世界各地的在奔跑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保护着我的行程了。其实就好像你跟他之间的那个关系，你的感觉应该就是像是爸爸妈妈对你的那种慈爱，那种不要回报的那种关爱。对然后就是我这2年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身边发生了一些事情纠纷。就是说我自己也能够从容的去面对，然后能够以一个清醒的头脑去想我将来是怎么样走的，然后就怎么样安排我的事情。我觉得这一切其实都是在上师跟护法神，就是上师跟多杰雄灯的帮忙，然后我才能够现在坐在这边，能够跟大家去分享这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去分享这个事情。刚才其实你有提及到那些修这个护法、这个修持法门的这些上师，他们其实都被饱受批评。那么其实到时至今日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批评的声音存在，说这些大师是如何的不慈悲如何的修这个不是正道的这个法门。那其实你本身因为你是一个名人嘛，那你就修持这个护法的法门，那你一定会就是引来一些批评的声音。那他们可能就是不看你的整个事业的这个成就，他们可能也不看你是如何从一个不好的人、没有这么好的人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他们从来可能就不看这一点，他们就是一直在批评你的这个修持。那你觉得这些事情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你想对这些只会看人家这个小小一个修持法门，然后就不停的在批评、不停的在攻击人的这个修持这个法门的那一些人，你是有什么样的看法跟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呢？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个人的很主观的一些见解跟想法。如果是他们以他们的偏激的想法跟那个误解去否定我修持多杰雄灯法门的事情上，然后去批评我在事业上的那个成绩跟我的人格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我也不懂怎么去跟他们解释，所以我觉得是 too bad 咯。所以一个人的信仰或者是一个人的修持法门去否定一个人的这些成绩，甚至是去抹黑一个人的人格，这种事情是不能被接受的，对吧？我觉得是因为讲这些话的人呢，其实他们也在修持着佛法的，所以他们应该去把事情不要看得太狭窄，然后去了解整个事情的来源，去
把自己的智慧提高一点，去了解、去学习、去教导，怎么样整个事情，不是说一昧的是就是一直在用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情绪去打击。去攻击，然后甚至一些去抹黑、贬黑一些上司，一些这么有成绩、对世界影响这么大的一些有成绩的上司。所以从 Eric 的分享里面呢，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个多杰熊洞护法对 Eric 最大的帮助呢，并不是给他多少的钱财，也不是给他多少的名利，而是 Eric 面对人生最低潮、最困难的时候，他能够以一颗平常的心去面对。那这个平常心是来自他能够实修上师所教导的佛法，所以他才能够以一个平常的坦然的心情去面对人生一切的困难跟挑战。能够在人生当中找到如此的安心的理由，那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我们今天再次谢谢 Eric 百忙抽空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谢谢。那也祝你的这个事业呢越做越好，谢谢，步步高升。谢谢。谢谢。